今仔日开始，指挥中心来缩短着入境检疫的时间，为7天加7天改做3天加4天，就是头前3天居家检疫，后壁4天自主防疫。这个每礼拜入境的人数限定伫个25000人，这25000人的名额由民航局分配予航空公司。指挥中心讲，只要有订到机票，就一定会当回国。那这个新措施适用什么款的对象？要安怎来申请呢？咱做伙来了解。唔免搁坐防疫计程车，会使坐亲戚朋友驶的车，转去也是去防疫旅馆。为今日开始实施入境的新措施，过年嘛为7天加7天变成3天加4天，有未少本来进行几天就要转来旅客，拢因为新制度改行程。后来有改，我觉得还蛮方便。所以说现在隔离是回家是不是？对，我家在家隔离。3天加4天，进行3天居家检疫，后4天自主防疫。不管是本国还是外国，还是商务客，到台湾拢适用。不过无包括移工、渔工甲学生，因为这3类人采取的是共同生活模式，一种感染的风险较悬，需要7天拢住伫防疫旅馆，袂使出门。符合3天加4天资格，后4天要出门，嘛毋是想要出门就会使出门。原则是一个非必要不得外出的一个状况。那第二个是你要有阴性快筛的结果，那你才可以外出工作或采买生活必需用品。指挥中心强调讲，后4天登去厝的隔离的人，必须要一人带1户。台北市政府更加宣布指引，强调讲，选择加4天的民众必要时，会使摕2天内快筛阴性的证明出门，无时间也是次数的限制。不过原则上袂使伫外口过暝。不过这对旅馆业者来讲有真大负担。晚上如果超过应该要回来要就寝的时间，如果一直不回来，没有回来的话，我想我们抓一个大概差不多1个多小时，或者持续不断的会联络。如果真的一直不接电话、不联络的话，我们就会把这样一个事情呈报给民政局。另外，外界嘛烦恼讲，一礼拜限额25000人入境，若是超过这个人数，唔就调离国外，袂使转来台湾。目前1周入境的人数大约在18000，那25000跟18000之间还有一个7000人的空间哈。那我们会适时的来观察。目前入境25000人，将由民航局来分配予航空公司。指挥中心讲，只要有订到机票，就一定会使转来台湾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